邀请咱起立，咱今仔日要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也请伫直播伫报顶悬的兄弟姊妹，咱备办好，穿好咱的衫，然后将咱的心来准备好势，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你伫你的家庭伫遐敬拜，你若是真正用你的心来热情来敬拜，上帝永远将伊福气充满伫恁的中间。哈利路亚！咱这时牧师邀请咱将咱的双手来举起，这是一个愿意谦卑领受的双手，就是要讲圣神，你完全来掌管我，阿门吗？阿门。互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的重担，拢放下，因为上帝开力入来，上帝开力入来，咱内面就变空。多多互圣神踮伫咱的内面，咱做伙同齐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领受你。圣神，我领受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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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俄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这是要用使徒圣经，咱要来做伙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即马来找隔壁三个人，你来甲伊讲，俄罗上帝就大有福气。俄罗上帝就大有福气。哈利路亚。伫主的内面，咱拢有满满的喜乐，咱做伙来赢。
来，咱继续来用，哈利路亚。慢慢。
人拢是基督的殿。咱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哈利路亚。我来到你心间。我上帝对咱讲，伫伊内面祈祷的正直的祈祷，伊的确听。阿门。阿门。充满信心祈祷的，伊的确接纳应允。阿门。阿门。牧师看见咱徛伫遮的兄弟姊妹，
咱拢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正直，带着一个热情的心来到伊的面前敬拜伊，阿们吗？所以咱这时，咱要照着上帝，互咱的权柄，互咱的快乐，咱要来祈祷，因为咱祈祷的就要成，阿们，阿利路亚。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对今仔日开始有这个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咱知影幸福小组的目的是啥物货？传福音，带人来到伫教会来认捌救主耶稣基督。即摆已经进入伫末世，耶稣要过来的日子真紧。也阁有侪人唔捌耶稣，总是咱透过咱的幸福小组，咱来引带因，因为咱治愈因的灵魂也未得救，咱的厝里的人拢得救袂？也袂。咱来为着因祈祷，为着咱的幸福小组，为着咱的副长、咱的细胞小组，因的推动充满着信心，无惊吓，阿们吗？阿门。举起咱的正手，哈利路亚！为着咱的幸福小组，咱每一个人开嘴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哈利路亚，阿乐主，主，你伫阮的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上帝感谢你，哈利路亚。哦，主啊，你听见阮伫你面前的祈祷，阮为着阮的幸福小组，主啊，阮每一组的幸福小组，拢是上帝你特别拣选的，阮的同工是上帝你特别拣选的。主啊，当阮控制啊，做你的名来祈祷，互阮会当伫幸福小组内面，互阮看见，互阮少年才会业的时阵，主啊，求你收拾你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主，阮要感谢，阮要感谢你，因为互阮也阁有快乐，也阁会讲话，也阁会当见证的时，阮要传福音。主，你甲阮讲，阮着到万邦去。传主你的福音，互众人来认捌主耶稣，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所在。主，求你来帮咱，大大收拾阮困难。阮宣告，阮的幸福小组，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充满着上帝你的火热，你的活力伫因的内面。当阮看见这的兄弟姊妹，这未捌主的百姓，阮的心就紧张，阮的心就信心来催逼阮。主啊，你来帮咱，也互阮会当去真正少年，也未信主这的人，阮将因的名提出来。当阮将伊的名提出来时，为着伊祈祷，主你就纪念。主啊，阮知透过阮遮的幸福小组，阮伫这个世代，阮就是照上帝主耶稣基督你交代互阮的命令，互阮的使命，阮要安尼行。主你的确帮助阮，阮伫你的面前。欢喜而乐的祈祷，因为你要听，阿门。因为阮正做你祈祷的殿，哈利路亚。举起咱的双手来，将咱的双手讲主啊，我的手就是祈祷的手，哈利路亚。我宣告，既然用敬拜的心、阿乐的心献给上帝，伫你的心内面，伫你的灵魂体，的确要得到精英。阿门吗？将一切阿乐归伫主耶和华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请坐，请坐。
咱要做伙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4章，咱要对第6节读到14节，咱做伙来读，请。耶稣甲因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当去爸遐。恁若捌我，嘛会捌我的爸。对答以后，你捌伊，因伊已经有看见伊。腓力甲耶稣讲：主啊，将爸显示互阮看，阮就满足。耶稣应讲：腓力，我甲恁做伙遮尔久，你犹毋捌我哦？看见我，就是看见爸。你若会讲，将爸显示互阮看，我伫爸内面，爸伫我内面，你无信是无。我甲恁讲的话，毋是出伫我家己，是伫我内面的爸的做伊家己的代志。就信我伫爸内面，爸伫我内面，若无，嘛着因为我所做的代志来信。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搁较大的，因为我要去爸遐。恁奉我的名，无论求啥物，我一定会甲恁做，通互爸对囝得到荣光。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啥物，我一定会甲恁做。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帮衬。这时咱要来请，新学生周亚伦来讲道，阿伦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军队主幸福出发。我毋是周阿伦，我是周阿伦的老爸吼。感谢主阿伦安娜因入去伫台湾神学院神学研究所读学硕士班，然后伫遐就栽培特别一年吼所以伫咱教会来做实习的工作这是因第一摆有生以来第一摆徛伫遮要来讲道吼所以咱为着伊祈祷，我相信上帝的能力伫伊的顶面，阿门。好，咱这时阵咱就来请阿伦新学生来宣告上帝的话语伫咱中间。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歹势，我先改这个刷一下。好。我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遮甲大家人分享上帝的话语。伫3礼拜前，牧师潘牧师因通知我讲阿伦，即礼拜你来讲道，所以恁敢要约看卖我紧张几礼拜啊？3礼拜，甚至我伫拜二的时阵开始出票，生荨麻疹出票。所以，我是真正是真紧张，毋过足感谢上帝，上帝的恩典到我，实在有够额，所以我嘛满心期待要来甲大家人分享。请咱搁一摆起立，咱做伙来宣告，来，请你做请起立，咱做伙来宣告，请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性命的保障，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会力上加力，稳上加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因为我旧年9月开始读台湾神学院，所以这学期我就伫咱永光教会来实习。所以牧师较安排我来祈祷，互我有即个机会会当操练。嘛，因为我今年就要满30岁啊，
我佮讲一摆，因为我今年就要满30岁啊，所以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大的突破甲成长。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背景，描写讲最后的暗顿，耶稣甲门徒的对话。虽然讲是对话，毋过耶稣搁较亲像是咧交代遗言。耶稣讲伊离开世间的时阵到啊，门徒是充满悲伤甲犹豫，因为因对耶稣生活足久的啊，因做伙生活，做伙服侍，嘛亲眼见证足侪神迹奇事。但是这位救主弥赛亚特别离开因，因毋知因的后一步要去倒落，所以耶稣体会到门徒的心情，想要坚固因的信心，就对因讲：恁无伫八百，我所去的所在，恁捌迄条路。门徒愿意跟对耶稣，但是因毋知影即条路是倒一条路，所以多马就问耶稣讲：主啊，我毋知影你要去倒落。安尼，我哪会知影迄条路是倒一条路？所以煞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耶稣即句话真有意思，伊毋是对门徒讲，我会指出倒一条是正确的路，伊是讲我就是道路。耶稣嘛毋是讲我会教示真理，我会教导真理。伊是讲我就是真理。耶稣嘛毋是讲，伊会甲咱分享要怎得到性命的秘密，像食着长生不老的药方共款，啉一喙就永远袂死。耶稣嘛毋是安尼讲，伊是讲我就是永远的活命。所以，请问什么是道路、真理甲活命呢？其实耶稣的即句话。是咧表明犹太宗教一个足重要信仰的观念。申命记提着讲，恁得照耶和华恁的上帝所吩咐恁所行的，毋通偏离即条路。犹太人因为因真了解摩西的五经，所以因知影爱行伫上帝的道内面。伫希腊原文，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伫希腊原文内面，行路即个字真特别，伊毋但指的是行路尔，伊其实指的是你爱活出来，你爱行出来，就像咱咧讲的，行出来共款。譬如讲，咱讲行出你的信心，行出你疼人的心，行出来，活出来。所以旧约的申命记教示咱爱行伫上帝的道。而且伫新约，耶稣就已经成全了律法，所以伊较会讲，我就是即个道路，恁爱行出即个道路，活出我的款式。诗人嘛讲，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所谓的真理，就是永远袂改变，而且佫真实的道理。所以伫新约，耶稣毋但是教示真理，伊本身就是真理的显现。所以耶稣嘛讲，伊嘛是性命的牛，遵守上帝的道的，就是上帝的话，就亲像食着对天来的牛共款，就是玛纳，就是玛纳，你就永远活着。大人敢会记即顶礼拜潘牧师嘛有摕着玛纳？我咧看大人的眼神，好，无毋着大人应该是会记住，真好。顶礼拜潘牧师讲道时伊有摕着玛纳是有期限的，而且当年食玛纳的人，即马拢已经无搁活着啊。毋过当你食性命的牛，就是属天的玛纳，耶稣基督，你就会得到永远的活命。阿门吗？阿门。所以道路、真理甲活命，伊指的就是活伫上帝的道，遵趁上帝的话语甲教示。请咱一句一句做伙来讲好啊。活出上帝的话语。活出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教示。阿免。煞接第7节讲，恁若已经捌我，就也捌我的爸。约翰福音上大的特色，就是将耶稣甲上帝因爸仔囝的关系做显明的表达出来。
互拄着耶稣、听着伊信息的人，拢会当知影耶稣就是咧启示上帝。当咱明白耶稣，咱就捌天父。所以第9节耶稣才会讲，已经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若有人问讲，要怎搁较明白上帝？其实答案足简单的，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所以咱常常咧读经，领受伊的真理，而且遵守伊的诫命，遵守而且活出伊的话命，咱就会搁较明白这位上帝。所以咱的培育学校，伫顶礼拜五、2礼拜前的拜五已经开始。课程中，咱若有参加过培育学校，咱就会知咱拢爱一直抄圣经，因为上帝的话语毋是伫别位，就是伫即本圣经内面。所以有当时咱可能感觉哇，咱上这课咱用足侪时间咧抄圣经的，啊，毋过我嘛相信，足侪人真正是愈抄愈甘甜，阿免吗？阿免。而且最近咱嘛开始透过导读、抄圣经、背圣经，互咱更较明白耶稣、明白天父。所以耶稣讲：“我的羊听我的声，我捌因，因也对我。”伫咱明白耶稣之前，耶稣就已经先向咱伸手。所以咱爱安怎回应伊？安怎更较明白主耶稣？就是行伫伊的道路，咱读更较侪圣经来遵守伊的诫命，领受真理，常常踮伫伊的内面，因为上帝的命令就是永远的话命。咱甲隔壁的兄弟姊妹讲，上帝的命令就是永远的话命。上帝的命令就是永远的话命。阿免。所以除了明白上帝，耶稣嘛呼召咱来相信伊，甲相信伊所做的工。耶稣讲：“我踮伫爸，爸也踮伫我。恁着信我，若无，着爱因为所行的事来信我。”所以，什么是所做的工呢？就是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业奇事。耶稣伊赶鬼、医病700几啊千个人，互风应病症，互死人搁活，这些拢是耶稣所做的工。包括耶稣疼人，这嘛是伊所做的工。而且上伟大的神业奇事，毋是医病赶鬼，是人因为耶稣的疼，回转归向上帝。所以，当人看见耶稣所行的奇妙的神业，咱就应该相信伊，就是大家所等待的救主。阮都嘛若无信伊，嘛通透过伊的神业来相信伊，因为伊所做的工，就是上好的证据，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咱的救主。随着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事，伊也要行遮的。当耶稣摕到信我的人，就是咧表明信耶稣的人特别的身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敢知影，咱是基督徒，咱伫上帝国度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阿免吗？阿免。譬如来讲，咱大部分人拢是台湾人，咱是台湾的公民，就是公民。咱拢有台湾的身份证。当咱是公民，咱就会当享受即个公民的权利、福利，咱嘛有资格通选举投票。咱伫即个国家，咱嘛有法律爱遵守，国家嘛会保护咱。所以，咱真做基督徒，就是真做上帝国度的公民。我邀请大家做伙共我来宣告：基督徒就是上帝国度的公民，请。基督徒就是上帝国度的公民。所以，咱即马有上帝国度的身份证。所以，咱若摕出家己的钱包，你看，毋但迄几张身份证健保卡，你阁有一张看无的，就是上帝国度的身份证。而且，既然接纳耶稣的，耶稣就赏赐伊，互因官兵成做上帝的囝儿，就亲像耶稣是上帝的囝共款。咱透过耶稣的名，嘛会当行耶稣所行的神业奇事。我阁讲一摆，咱透过耶稣的名，咱就当行耶稣所行的神业奇事。阿免吗？阿免。过来，耶稣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要行伊；
就比遮个事较大个也要惊伊，因为我跪伫爸。啥物？恁敢会感觉即句话像个小可奇怪？信耶稣的人会当惊比耶稣搁较大，比耶稣行过搁较大个事。所以耶稣搁活地时，伊所做的工范围拢伫巴勒斯坦内面。后来门徒甲使徒将即个福音传遍到欧洲甲亚洲。即马因为咱的媒体做发达的，所以福音嘛会当透过电视、透过网络传遍到全世界。耶稣嘛行过做一个新业，彼得甲保罗也医治病人，互死人搁活，甚至互蛇咬着，保罗互蛇咬着，伊搁活好好活跳跳，伊嘛拢无死。所以耶稣搁活地的时阵，伊的身躯叫限制伫巴勒斯坦，但是伊死搁活了，上天到爸遐，伊就无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伊的灵会当到每一个所在来行其事，阿免。所以，搁较大的事，毋是要比较什么人所行的生业较厉害，伊是指的是上帝的荣耀，因为所有的生业拢是为着显明上帝的救恩，毋是在展现个人的困难。所以，搁较大的事，指的就是上帝用荣耀要搁较大的显明。所以，咱要安怎踏实来军队主呢？就是做耶稣爱咱所做搁较大的事。咱已经是上帝国度的国民、的公民，所以咱就有即个官兵做上帝的囝儿，咱就会当踏实执行耶稣应允咱所要做的代志，就是抢救灵魂。所以当幸福小组开始的时阵，咱就是咧行搁较大的事，阿免吗？无毋对，咱即马已经伫行搁较大的事，所以我回想到每一摆幸福小组开始，咱的教会就变了非常的热烈，而且破牧师伊伫消息报告的时阵，伊嘛会互咱看每一个小组的相片，有一寡相片特别会吸引我，就是遮好食的食物。该咱帮我我炸起来者，就是互人带人看到，就是遮好食的食物。而且每一摆黄牧师咧消息报告的时阵，拢是拄好，拢是接近食中昼饭的时间，所以我看着我就感觉真枵。而且每一个小组因尽心尽力伫招待新的朋友，所以规个教会拢活泼起来。而且当幸福小组结束了，有人领洗礼。大人流目屎送礼物，食饭，真正足互人感动的。所以这就互咱看到，传福音是偌尔有价值的工，阿免吗？所以当咱传福音，这就是搁较大的工。当人的心回转归向上帝，这就是上大的生业之事，阿免。所以，我的爸母因拢是牧师，我对细汉就伫教会内面成长。我相信在座兄弟姊妹足侪人嘛，看我为安尼变到即马要30岁啊，佮讲一摆要30岁啊。所以我伫8岁时阵，我开始有献身的想法，因为我看到我的爸母因尽心尽力伫教会内面服侍，伫呢带领咱的教会经历更新、转型、成长。而且我嘛看到教会兄弟姊妹，恁的性命会转变，大家人愈来愈爱主，所以才会拢坚固我献身的心志。不过当我考到教育大学的时，我开始感觉，做老师找嘛真好，有稳定的薪水，上班的时间固定，还佫有寒暑假，所以，我献身做传道师安尼的梦想就渐渐互我袂记哩。大学毕业了，我到澳洲墨尔本读升学3年，伫国外的环境甲咱台湾真正做无共。我真爱我伫遐住迄个城市，因的文化、因生活的步调。我嘛伫一间3万人的教会内面服侍，做因的琴手甲歌手。
我嘛交着足侪足好诶朋友，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我若毋免转来台湾，留喺遐服侍，厝诶嘛真好。若会当伫遐有找着做工课诶机会，我就免转来嘛是袂歹。毋过到尾因为疫情诶关系，所以我就提早半年转来台湾。一开始我真失望，因为我真想要留喺遐。毋过我就问上帝讲，若你要互我留伫澳洲，安尼对较是你所呼召我诶所在。上帝对我讲，伊早就已经将台湾放伫我诶心内，而且伫台湾我会当做遐搁较大诶事，因为上帝诶荣耀要大大显明伫台湾。阿免。所以旧年是马街来台湾150周年诶纪念，嘛有足侪人，咱包括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足侪人嘛参与伫和平篮球馆150周年诶特会。之后台中甲台南诶巡回，佮咱永光教会50周年伫美和堂诶庆典礼拜，拢有足侪人参与。我甲安娜用足侪时间伫遮个舞蹈甲音乐顶面，所以我相信遮个舞蹈甲音乐已经感动，而且影响足侪人。而且阮所做诶工，已经超越以前阮伫澳洲所做，所以我相信上帝透过阮在做大诶事。而且将来要做更较大诶事，阿免。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真实诶来认捌上帝，就是行伫上帝诶道，遵行伊诶教示，活出伊诶话语。当咱相信主耶稣，诚做上帝诶囝儿，上帝就赏赐咱权柄，行更较大诶事。耶稣讲：我所做诶工，信我诶人也要做。这就是耶稣对咱提出来的邀请。耶稣嘛咧邀请咱军队伊做伙做有永远价值甲意义的工，就是抢救灵魂。咱甲隔壁的兄弟姊妹讲，抢救灵魂，抢救灵魂，无毋对，抢救灵魂就是上有永远价值甲意义的工。所以耶稣嘛应允咱，要行更较大的事。所以咱嘛有搁较济，所以咱做伙来宣告。我相信咱大人拢安尼相信。咱做伙来宣告，咱会有搁较大的府长伫咱中间，阿免吗？咱有搁较济府长伫咱中间，阿免吗？咱嘛有搁较济同工会起来服侍，阿免吗？咱嘛有搁较济幸福小组会兴起，阿免吗？咱嘛有搁较济好食的食物，阿免吗？嘛有搁较济人来信主归向上帝，阿免。咱敢有感觉信耶稣实在是幸福？阿免，阿免。所以咱甲边仔的人讲，甲你做伙军队主，真正是幸福。阿免。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哇！我讲了真紧的，歹势大位，歹势各位。互咱做伙来念，请我实实甲你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要行伊，就比遮个事较大的也要行伊，因为我规直白。互咱请咱搁一摆，预备起。我实实甲恁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要行伊。就比遮个事较大的也要行伊，因为我规直白。约翰福音14章12节。好，阿免，请咱即马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相信希望，主听我目撒我，有你听的光照，我得着能力。当我伫风烟内，有你甲我徛起；当我伫困境内，有你阮的扶持。当我相信希望，主听无目撒我，有你听的光照，我得着能力。我爱你，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荣耀高举你的名，我军队无怀疑。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伫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两个对头。当我伫风烟内，有你甲我徛起；你甲我徛起。当我伫困境内，有你阮的扶持。当我相信希望，主听无目撒我，有你听的光照，我得着力量。咱做伙扬起咱肩膀。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荣耀高举你的名，我军队无怀疑。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伫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是面对着无地高困惑，心内患难无地到死亡，暂时小看的艰苦要成就，结局无比永远的荣耀。是面对着无地高困惑，心内患难无地到死亡，暂时小看的艰苦要成就，结局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荣耀高举你的名，我军队无怀疑。我爱你，尽我全心全力全意，伫你听的路上，我跑走无放弃。我要邀请大家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咱要为着咱幸福小组来祈祷。伫第二场就有这个启动式，虽然伫咱第一场无，不过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嘛拢参与伫幸福小组内面，阿免吗？所以咱要为着咱幸福小组来祈祷，咱要有更较侪人来到咱中间，咱要有更较侪新的朋友入来到咱教会。我相信，咱教会咱安尼做幸福的无毋对，毋过外口还有更较侪人需要听到即个福音，所以咱要为着传福音即件代志来祈祷。当咱幸福小组开始的时阵，咱就是已经在做即个更较大的事，所以咱做伙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我邀请兄弟姊妹咱开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咱西利的来谢。主耶稣的主啊，我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是啊，主啊，说这是这个工是你要我买一次这个工。主啊，我们在这新朋友来到咱中间，哈利路亚，主，我们来祈祷。
主耶稣，因为你的听，我们要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因为上帝，我已经在做这个更较大的工，就是要抢救灵魂。主耶稣，你互我有安尼的使命，互阮搁活地的时阵，阮就会当更较侪来敬拜你。因为阮伫敬拜内面，阮真正是享受到你的恩典甲你的听。嘛，因为阮有这个恩典甲你的听，我们要来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所以，阮感谢你，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接来，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向你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天开朗，报答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要做心喜互你。听这请起立。我告主，是阮做钱，向你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天开朗，报答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要做心喜互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要做心喜互你。听这请坐，这是咧咱要来事工分享，请潘牧师。啊，这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也互咱伫透过咱的兄弟姊妹啊，咱听心以及咱对教会的卫生卫生，甲咱的热情，会当互咱的教会伫幸福小组来推动。也感谢主吼咱的阿伦新学生透过今仔日的讲道嘛，互咱做的领受。继续来替咱的新学生祈祷，互因伫逐项事顶悬，拢会当靠着圣心来得到开了。阿门吗？阿门。今仔日伫阿伦伊所分享的内面，是耶稣已经为着咱备办一个真好的所在。迄个咱毋通是干那知影那点，咱爱信入去即个内面。咱信入的意思，就是表示讲，咱知影即个圣经，但是佫较重要，咱知影咱有一个真上帝为着咱备办的一个真好的所在。上时主耶稣已经甲咱备办路好啊，迄条路已经备办好，所以咱毋是干那咱家己行即个路，咱佫会当带正人也未信主的人来同行即条天路。阿门吗？阿门。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咱佫来看咱的即礼拜咱教会的消息。
哇，这是儿童牧区因伫读圣经导读吼，导读咱看到遮个是大人爸母带着囡仔伫读圣经啦，吼，伫读圣经，是讲恁困地、醒地，耶和华上帝拢看顾你。因读即个圣经，囡仔就开始一直读，一直读，读3摆了后，就记起来啊，就记起来。所以伫咱的教会内面，咱的信仰内面，对囝儿时势，用什么来教因是上好的？上帝话，上帝话。所以，假使你的孙仔、你的囡仔无伫青少年，未来到伫咱的儿童牧区，你一定爱看重因伫信仰的根基，赢过学校伫补习班遮的时间，阿妹吗？所以这是囡仔因一生长大上重要的基础，就是上帝话。咱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在意，看重咱囡仔将来因的性命、因的发展。教会拢安尼来推动啊，咱的父母是毋是搁较应该照着安尼，然后来看顾，然后来重视家己的囡仔的信仰的教育，阿妹嘛。好，这就是咱看见咱遮的囡仔，你若是放迄录音的话，迄实在是足趣味，敢有迄录音档？无吼。好，来，所以这就是导读。咱兄弟姊妹有抄经文无？有手抄吼。其实你迄个手抄到年底，咱要甲你夹做一本哦，要甲你夹做一本。哇，迄是一个足值得纪念的吼。好，过来。好，这是咱的咱永光教会乐龄营，咱的上年的乐龄营，咱即摆塞去到伫社区内面。这是托老中心，民间的托老中心吼。因甲一班的有一班的遮的老大人，然后就交互咱。咱有3个咱的慧华，伊是咱的乐龄营的营长吼，佮咱的社区的干事，咱的慧燕。以及咱上年牧区的月英，因3个就去到伫即个托老中心，伫遐带因手作吼，佮有带因吟诗，带因导读，哇，大家感动佮真欢喜吼，足爱的所以因即马嘛是伫即个聚会内面伫迄个活动内面充满着迄个快乐吼，所以上帝嘛继续祝福咱的乐龄营，阿们嘛，上人。阿们，阿们，咱的上年会当做真济个工，咱会当做真济工，咱会继续活出上帝快乐出来吼。好，过来，今仔日咱的幸福小组有几组开始，33组，这33组开始要邀请朋友提名出来，所以咱的兄弟姊妹的确爱诚做祈祷的后盾吼。好，所以小等者第2场，咱的幸福小组会启动吼。过来就是咱的基督精兵营吼，咱的宴会伫拜六开始要上咱的第3阶段的精兵营。咱伫即个伫5月，咱的幸福小组有配合咱的手作吼，咱的手作咱要做一个真水伫即个相片内面的吼，咱看到的这到今仔日咱的早鸟价是250块吼。过来，咱就要恢复伫即个400块的计数，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把握即个时间，紧来报完今仔日会当有250块就会使。那今仔日时间超过了，明仔载来报名会使无？会使。即马就爱交好友价，早鸟价变好友价。什么叫好友价？就是今仔日早鸟价250报名截止吼。对明仔载开始报名的，你若要报，你一个人爱招一个共小组的人，我要报，你嘛报，咱2个做伙报名，就是好友价，一个偌济250，所以明仔载开始就变好友价，就爱2个人来报，然后一个人200，毋是2个250，是一个250，所以为什么咱的教会安尼来一步一步，咱看见。伫咱的要定这个会吼，要定这个会，拢需要一批一批，所以咱必须爱有一个时间性。若无，咱的兄弟姊妹往往拢是等到上尾迄1礼拜，
然后再来报名，安尼咱就无法度作业，所以咱必须爱用安尼，然后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紧报名，互咱的同工紧订货，因为这货拢是爱海运过来，所以有需要真长的时间吼。所以今仔日来甲报名，互继续好无？吼，今仔日来报名非常的水。即摆已经报200，将近要300个人啊！吼，所以咱的即个份数拢有限，所以今仔日紧报名，招咱的新朋友，这就是一个人工鱼叫的平台，互因来到遮了后，就知原来教会遐尼趣味，将来咱要邀请因来到伫咱的小组，就简单多咯吼。好，所以来把握即个时间。另外，伫4月23，咱有咱的铁三角。要先试做，吼，你来试做，安尼你试做了，你会晓啊。过来到伫5月，咱的场次开始的时，咱铁三角要做啥？做同工，做组长，换恁来协助因，吼，恁就毋免做，因为恁已经做了啊。所以4月23是铁三角，爱来先试做，吼，试做了，伫现场。场次的时阵，爱来斗协助，你袂当讲试做了，结果现场你就无来，安尼就欠同工去。所以你爱试做嘛，一定爱做同工，安尼才需要来试做吼。好，所以咱的铁三角也来注意者，咱的商人牧区嘛会当紧来报名，这嘛是真趣味吼。好，过来牧师来报告就是咱的香河区。咱的香河区中会，咱的香河区有一个联合的圣餐圣餐礼拜，伫4月初7，迄礼拜是受难周。4月初7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一个受难日，所以迄一天暗时8点，伫咱的教会遮附近的教会，拢会做伙来伫咱永光教会遮。来参加即个联合的圣餐，所以兄弟姊妹嘛，把即个时间排出来，咱做伙来孝念耶稣基督，为着你的罪，为着我的罪所受难的日子吼。好，过来咱的儿童牧师因今仔日伫遐咧圣经背圣经导读的比赛吼。另外伫国外节咱的儿童牧区因嘛有一个因遮的国外节活动吼。好，过来。咱4月初9是国外节，咱只有一场的礼拜，咱注意这个时间10点咱有一个国外节的赞美礼拜吼。另外，迄一天嘛是圣餐甲洗礼，所以若是还未洗礼，请咱会当把握这个甲基督连结诚做伊囝儿的一个好机会，紧来报名。好，佮另外要佮来礼拜日，咱的青少年有一个领袖的共识营。所以因有同工要去到伫遐，咱来为着因的平安来祈祷。咱继续为着咱的职长甲师因咱的兄弟姊妹身躯欠安的，伫咱的祈祷内面因得到平安，感谢主。好，来，这时请咱起立，咱要用这首歌，咱要互相来祝福。咱做拍鼓啊！哈利路亚！来，这位来，你出来的。祝福你，平安好气满满喜，万事兴来充满你，断忙团圆连到好气，上帝祝福你，伊会变更祝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咱对头来对头，你出来的祝福。徛伫，请咱的周牧师来为着咱祝福的祈祷。主，阮来到你面前，阮多谢你，互阮会当
做伙用诗歌吟诗学了你。我嘛深知你伫遮，因为你的百姓自救的时阵，你就喜乐坐你的宝座顶来看你的百姓的敬拜。我也相信今仔日你透过你的话语，要亲自教示阮，互阮更较来了解主。你爱阮行你的道路，爱阮做你所做的工，你就要将迄个更较大的事赏赐互阮，互阮明白，阮会当带人归向伫你，互因的灵魂会当得到拯救，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不但祝福国人，也要祝福家庭，到伫因的世世代代。愿你将即款的意念、即个使命，放伫阮永光教会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按照教会的规则，在推动幸福小组的时阵，会当日日提名祈祷，为着阮所属的小组，为着阮整个的教会推动幸福小组的这个福长来祈祷，求你的灵帮助因，互因深知因所做的，毋是靠着家己的气力，是上帝靠着圣神加添气力伫因的身上，互因所讲、所行、所备办的一切，真正会去甲圣神同工，会当感动人来归向伫你。主啊，伫即个世代黑暗的世代，充满变化的世代，愿恳求你将即款的信放伫阮永光教会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看重即个神圣的职分，也互阮执行即个职分，得到你的欢喜。愿天父上帝恩待阮，用你大能的手骨来扶持阮。伫阮每一日的脚步，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做亚坎洗清的工作，也愿圣神引带保守，互恁日日行出伊所欢喜的道路，也恁所做正做福音的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伫耶稣基督。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大家请坐。咱的迄个幸福的手作还未报名的，咱紧来到伫后壁来报名吼，多谢恁。This is how I praise ya， 我高举双手为我的救主，我坚定站立，我献上我全人，我全心，我全意，所有一切。This is